去动物园，我们就要去动物园。那动物园 Michael 也都带着我们看，跟我们做介绍。以前20块，现在不止。3年前。现在好像涨到80、100。对，所以我是觉得没有那个必要啦，不用，而且要排队排很久。对，因为它这个无尾熊就算你花这个钱去抱不到1分钟，它就放在叫你手这样照个相，然后就离开了。其实我们如果看到无尾熊在旁边树干上面，我们人站靠近一点，这样拍就好了，不用再去花那个钱去排队。那我们中午呢，因为这个时间上关系我们中午会在动物园里面，还是真的不错。那我们后面左后方这个房子前面有私人码头的这东西中贵耶。但是黄金海岸的这个河边有个问题我们大概10几年会做一次大水在这边，像这段最近这处一老龙阴鬼，然后就开始大家就来开始捡漏了。这个有的房子大家就不要了，那整个家具整个里面都全部烂掉，然后就会本来说一个房子400多万的，真的5折。那时候大家有钱的就开始来捡漏，开始来抢，因为他这个没办法，还是会做大水。我们看这个都盖得那么低就知道了，这1楼几乎都被淹掉，很多人的游艇都被冲走。我在这边呢，大概遇过2次3次的黄金海岸这边这样子，所以我有朋友说在这种地方呢才买100出头。就是等做大水的时候，这多少水，可以赶快来捡漏，大家就开始抛售，很多人就不要这种地方。然后它几年之后慢慢涨，一直涨，然后再一次大水，房价又下去，都是这样子。住在这边蛮舒服的啦。这个住在这种地方，就我说的，螃蟹都不用去买。他们呢很喜欢我朋友，他们都讲对家，因为 AM 我早上去上班的时候，螃蟹笼绑个鸡腿丢到水里面，这种就是我们前天吃那马亏大的那种螃蟹，都是在这种地方河海交界处。然后呢，晚上下班了，妈妈下班晚上要煮晚餐之前把笼子搭起来，他们说至少都有2、3只啦，弄2尾啦，弄2尾了，很方便。我们澳洲我稍微聊一下动物，我们一边看风景，因为我们那个 Point Danger 完了，我们就要去这个动物园。其实澳洲这块大陆其实我们在北半球很多国家我们的这个陆地的板块，有的人讲到板块漂移学说，有的人讲到冰河时期的时候，这些大陆都是有共同都有连接的。所以非洲有斑马嘛，对不对？我们亚洲有蒙古马，亚洲也是有马。美洲那边也是有有野马什么等等这一些，但是只是随着呢这个冰河时期过之后呢，每个地方的环境气候不一样，包括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人种分布，我们的颜色会不一样，往北边走的人越大只越胖，肤色越白，因为阳光越弱嘛，就慢慢这样演变下来。但澳洲这块土地非常特别，在1770年这个库克船长发现澳洲这一块大陆，一直到1788年的菲利普船长带了第1舰队进来到澳洲的时候，突然发现到澳洲怎么那么多动物，看起来呢都是跟其他不管是非洲他们当时英国人航海技术很厉害，很多地方亚洲都有去过，就这块大陆的这些动物呢，看起来都不一样。像肯格鲁那天有讲，肯格鲁的意思就是听不懂的意思。那夸拉是什么意思呢？无尾熊就是不喝水，他们在树上，原住民发觉到他们都不喝水，所以当时英国人问说这是什么动物，他们都讲夸拉。其实真正夸拉原住民就不喝水的意思。所以这块土地所有的动物都是什么？我这样讲都是有袋类动物，不只有袋鼠有袋子澳洲的松鼠有一种很大的那个追哥吧，水果里让 possum， 英文叫 possum， 它也是有袋动物。无尾熊也都是有袋动物。那这些有袋动物呢，几乎都是夜行性动物。所以澳洲，对了，不只是动物澳洲的原住民，我们这里的 indigenous 或者我们叫 aboriginal， 这一块土地的这些原住民，他们没有跟其他的国家，我们到现在还是一个谜很多人说他们是从哪里来，不知道，用 DNA 去做检测，现在有 DNA 了嘛，他们只是一个独立的人种，哪里来的不晓得，跟纽西兰的毛利人是完全不一样的。英国人那时候占领纽西兰的时候是非常辛苦的。纽西兰的毛利人有没有？我那个农场，我们那天看到嘛，这对夫妻，他们就是毛利人
不多加吧。所以为什么纽西兰的这个 All Black 这个橄榄球队，纽西兰的一直跟南非的在争世界冠亚军，因为他们体型有得天独厚的这种 DNA， 他们就是很大只很壮。澳洲的原住民呢，小小只的，矮矮的。以前英国人占领纽西兰的时候，是一直打仗，一直打，很难打。他们这原住民每个人都太强悍了，所以英国人很聪明的，他们都怎样子呢？在纽西兰那一边，他们都怂恿部落之间打仗，送你枪，你去占领那个部落，然后再叫别的部落呢再去打那个部落，一直给他们枪。要不然呢，英国人、白人都打不过纽西兰的这个原住民。那澳洲原住民第一个他文化比较落后，他们没有文字早期英国人进来没有文字，不懂得纺织不懂得种植连这些都没有全澳洲当时原住民部落大概有1万多原住民部落，所以英国人进来澳洲的时候，看到这些原住民部落零零散散的生活非常懒散，也不懂得个子小小的，也没有什么武器可以去反抗，所以当时英国人进来澳洲是蛮残忍的，这些原住民是用屠杀的方式，他们还打猎比赛，看谁打的比较多，把他们当什么？把他们当动物了，我直接这样讲。甚至塔斯马那一块岛在18多少年的时候，英国人一到塔斯马那一块岛的时候，前后30年把整个岛上原住民杀到片甲不留，一个人都没有剩，像屠城一样，全部杀掉。所以恭喜在英国人做要挟的。所以我们现在立法通过我们每次现在开会啦公司开会啦，国家单位每次要讲话之前都要先麦克风拿起来，我们缅怀我们的祖先在这一块土地，公黑东西会为了，弄我就开掉呀。但他们一定要讲这句话我们缅怀，我们尊重他们尊重他们的亡灵什么，讲那些都没用了。但是所以最后澳洲就划一块领地 ，Northern Territory 北领地，北领地就是把刮开天那一块土地就是沙漠了。所以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到最后把这一些原住民全部赶在那个地方，让他们成为一个自治区，其实就是让他们自由。到现在我觉得都是很不公平的事情。所以我们这几天路上走没有看到原住民，很少看。其实澳洲的原住民怎么分辨很简单的，看鼻子就知道。他们有个很大的蒜头鼻，那很扁很大，然后黑黑的这样子，个子不高，瘦瘦小小的，这个就是澳洲的原住民，全部赶到北领地那个地方，让他们在那边自治。北领地可以干什么？抽大麻合法，让他们自己去种，自己去抽。的环境就会放生那样，但给他们很多福利盖很多房子但他们原住民说，我们要的不是房子你盖房子没有用我们从小我们的祖先到现在都住在洞穴里面，所以他们也是住不习惯的。澳洲的原住民他们没有文字，他们都用什么？他们在一代一代，他们都是用讲故事的，一代一代历史都用嘴巴讲出来。那他们都用什么？用画画的。我们买那个回旋镖有没有？上面那些都会画一些图腾，画蛇画动物而且他们喜欢画点画，一个点代表一个人，画圈圈呢就是很多人在一起围在一起，所以一个圈圈表示一个部落或一个故事，所以他们的所有的历史传承呢，全部都是用口述的方式。那原住民他们可以直接说，澳洲原住民在澳洲多久？大概4万年，他们的从他们的骨骸他们的壁画他们可以找出来，他们历史大概多久？差不多700年时间。所以澳洲的原住民不是属于南岛文化，纽西兰就是的。所以那个我农场那2个原住民，他们对台湾的原住民的文化非常了解，他们都知道说我们的祖先都是从台湾那边过来的，他们都自己都知道，他们讲的话都很接近甚至他们的 cousin 有去过台湾的。台湾我记得在几个月前有举办那个南岛那个原住民的运动大会，纽西兰也都有去参加，去拔河射箭、标枪什么，这个在台湾举办的他们也都知道。那大家澳洲纽西兰原住民都有在看电视所以台湾这一点外交我觉得利用这一点文化这个我觉得做的也是蛮好的也是蛮好的。这边的电费刚才聊到，其实澳洲什么东西都贵到。来，我来讲我们家好了。我电费是这个 quarter 调一道，我有这个多少人抢这一份工作？因为薪水很高。他们说他们阳光曝晒比较容易得到 skin cancer 皮肤癌。但是我们这几天如果还有遇到，注意看。站在那里拿 stop sign 的都是漂亮女生，
他们说呢，驾驶员哦，很多路怒症的，看到女生比较不会生气。那个年轻女生像模特一样，都是哦，放下一样，slow。好了，这里就是危险角 （point danger）。哦，所谓危险角，我再讲一次哦，昨天有稍微提过了，就是呢，这里呢的浪比较大哦，如果起风的时候啦，所以很多呢这个冲浪选手都喜欢过来这一边挑战，哦，都喜欢过来这边挑战，所以我们又叫它叫危险角。那我们待会呢，下车我们跟 Michael 走，跟 Michael 走。我记得好像还有沉船的故事。没有，那是副船长，哦，不管过来。哦。刚好，说完了，医生，你的八字真重，刚好没车。基本上面基本上面基本进入昆士兰州，昆士兰跟新南威尔士州。好，各位请下车吧。来，哦，相机重要的东西带着。座头鲸呢，它一般呢生活在南极，但是呢，每一呢冬天过了，春天呢，它们准备要繁殖下一代的时候，它就会往北游，然后就会经过这里。那如果呢，等一下搞不好，如果海豚呢是常常可以看到的，但鲸鱼的话，这个季节还不大对哦。那我们呢刚才看各位介绍的库克船长是谁？就是他，他就是库克船长。那库克船长其实呢，他为什么呢？Point Danger 这个名字呢，就是由他们呢所命出来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航行在这个南太平洋这边的时候呢，他曾经想要看到这边蛮漂亮的，他们想要上来，结果呢派小船呢，竟然呢因为呢里面有很多暗礁搁浅的，所以他们根本小船都过了，更何况大船，所以他进不来。就把这个地方就是叫做 Point Danger。这个地方在哪里呢？我们来看这个地球，这个地球仪，这个是赤道，那这个是澳洲，我们澳洲在这边，纽西兰在这边，巴布亚新几内亚在这个地方。我们的位置呢刚好在这个地方，澳洲呢分为6个州呢，昆士兰州大概是这样子，新南威尔士州就是这样子，维多利亚州、塔斯马尼亚州、南澳洲大概这里。西澳洲一大片，这边呢就是原住民的保护区被领地，然后呢，因为呢，他第一次航行跟第二次航行呢，其实他纽西兰呢在第一次他就发现，但是呢，他真正从这边过来，然后往这边上去，经过欧列斯海峡呢，是他第3次，然后呢，他把这个消息呢带回去给英国的时候呢，当时英国联合部他们知道这个地方来开发，尤其早期。这个地方呢，在欧洲人来讲，他们是一个不知名的一个南方岛。可以讲的Australia 这个名字呢，早期是叫 New Holland， 是荷兰人在1606年呢，他们首先发现的。所以呢，当初呢，英国皇室呢，对这个地方也是甩都不甩。那为什么后来在1788年他才要？
来它就不甩，那不甩呢，它就继续航行。后来到了夏威夷的时候，因为破伤风感染，后来就死在航海里面。大概是这样。那现在呢，它被称为叫做澳洲，把它称为国父了。为什么？因为有它才开始有澳洲。所以呢，在库克船长呢，在澳洲人的心里。绝对呢，袋鼠的武器是什么呢？有人说，戴着拳击手套，错。袋鼠真正最致命的武器是它的后腿。各位可以想想看，一辈子在跳跃的这种动物，它的后腿肌肉有多发达？所以我常常跟我的贵宾们讲说，丽娜，等一下一定可以看到那个袋鼠了。我们会走入到，我带你们走入到那个袋鼠去。那虽然这些袋鼠呢，基本上都已经经过圈养。它已经很慵懒了，有时候你走过去，它甩都不甩你，你这里来，你看我，我也看你，这样子，互相对看。但是如果是野生袋鼠，那就要非常小心。尤其呢，看袋鼠呢，千万不要站在袋鼠的正前方，而且你动作太大的话，它会认为你挑衅它，它为了它自我保护，它的就准备站起来了。所以你只要看到公袋鼠，它这展示的它的 muscle 这样子。这样子的形状呢，你就要特别小心。为什么？因为它只要尾巴一支撑，它后腿就踢出来。那一辈子这样端的这种动物，它真的可以踢死人。所以我们常常跟贵宾讲，其实等一下如果看到袋鼠，很简单，你只要慢慢蹲下来，在它旁边，而且尤其经过这个动物园区他们饲养的这些袋鼠呢，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野性了。所以你跟它拍照其实是 OK 的。不要动作太大，不要认为你要挑衅它。好，那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母袋鼠呢，它在 baby 出生的时候，它就会躺在树下，然后呢，它嘴巴会留下唾液，从它的袋子口呢到它生殖的地方。为什么？又是帮助这个小 baby 呢蠕动上去，进去，只要它咬住了那个小乳头，基本上它就活下来了。那小 baby 呢，大概在里面呢，慢慢吃着奶呢，到多大呢？大概6个月。6个月左右呢，他妈呢就设法要把它赶走。为什么？因为呢，他要准备迎接他的下一代。那他的下一代是什么样？是什么时候受孕呢？其实呢，刚第一只小 baby 刚蠕动进去他妈妈的袋子里面开始吃奶，他又可以受孕。所以呢，母袋鼠一辈子都在受孕。但是它有一个非常神奇的本领是什么呢？就是呢，它在受孕了以后，它的受精卵呢可以停止长大，但是不会死亡。为什么要停止长大？因为要不然你让它早一点马上又出来的时候，它又要爬进去。那如果前面那个刚好是生2胎，对不对？2胎2只都进去咬住2个小乳头，后面的你又马上让它受胎，然后经过30天又让它进去的话，根本它咬不到乳头，它也会死掉。所以呢，那个时候母袋鼠天生有一个超级本领，它让它的受精卵停止长大。等到呢，它前面这一胎呢，到了6个月呢，它妈妈把它赶走了，不赶走都不行。然后呢，下面后面这一批呢，又慢慢的出来，然后又开始主动进去它的袋子，然后又开始在里面住6个月，就不断的循环，然后母袋鼠又可以受孕。所以我才说了，母袋鼠呢，它真的是一辈子都在怀孕。所以呢，各位呢，等一下如果看到那怎么样？如果那个母袋鼠袋子里面有 baby 的那时候最可爱，尤其那个小袋鼠头看出来
那个时候呢，拍照真的是很可爱，但是也更要小心。那个时候你千万不要想要去摸小 baby 啊，哦，你拿不得对 baby 呢，哦，所以呢，你站在旁边拍照呢，基本上是 OK 的，哦，所以呢，这个就是袋鼠它的一个大概的一生。那无尾熊呢？有没有人早期看过无尾熊？应该都有看过吧？哦，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无尾熊的前脚有几根手指头？让不让在？无尾熊的前脚有几根手指头？有人说4根，有人说3根，错，它是5根。而且它的5根手指头非常特殊，它是全世界唯一一种2个大拇指的一个动物。它的大拇指是这样子的，哦，脚掌看过哎，无尾熊的动物，它是整天都是爬树干，它必须借着2个大拇指呢去紧抓的树啊，它一辈子真的就是生活在树上。那这种动物呢，每一天呢24小时里面呢，大概起码睡20个小时，然后呢，剩下的3个小时就是吃，1个小时可能就是交配。那这2种动物基本上都是夜行动物，而且家族观念都非常的强，所以呢，每一个族群它的公呢，不管是公袋鼠还是公无尾熊呢，他们都会很严密的去保护它的家园。那你想要侵入到它这个范围呢，有时候都会拼命。一定要争夺谁才是主人，像公袋鼠，其他的族群里面，一定的就是一只公的，那所有的母的都是它的嫔妃，它今天想要临幸谁呢？随它高兴，那其他的族群的公的来了怎么办呢？你就是来挑战我嘛，挑战我，如果你真的打赢了，你就是新国王，那尽管另外打输的怎么办？你只能离开这个族群。或者是说你甘于臣服这个新的王，好吧，那我就做你的部下，那你就不管要临幸谁，然后呢，人经村呢，看我给干嘛跳呢，这个就是这个公袋鼠，那无尾熊呢，同样的，我们刚才讲到，无尾熊它也是靠着它的领域性来占它的领域性，来让别的无尾熊说你不能侵入我的一个范围。那为什么它也是有袋动物类？那我们刚才讲，这个袋鼠呢，很好分辨谁是公的谁是母的。为什么？因为它是袋子口向上，很容易分辨得出来。曾经有人说，那落雨天要哪办？落雨天落遐大阵的雨，小 baby 伫内底咧食呢，唔该淹死，会吗？不会，母亲会把拉链拉起来，防水的，没有，当然开玩笑，它会肌肉收缩。然后呢，让水进不去，那如果小 baby 在里面尿尿呢，它还是有办法去把它排掉，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袋鼠。好，那我们刚才讲的分辨母袋鼠就比较简单，那无尾熊怎么分辨？无尾熊会刚弹不耳被它狂，因为它的袋子口是向下的，你怎么样去分辨？很难分辨，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反其道呢，我们来判别谁是公的。那我们刚才不是讲吗？公的无尾熊，它为了要保护它的家族，所以呢，它会在每一棵它家族附近的尤加利树上面来留下它的味道。那所以呢，它在留下它的味道的时候呢，它胸前就有非常发达的那种专门留下味道的汗腺。那久而久之呢，所以呢，它的胸前会有一撮咖啡色的毛。这个就是它在留下味道的时候呢，它的这个酒它会变颜色，就变成深咖啡色。所以呢，当它我们等一下去看无尾熊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看不到它是母的，除非它里面有小孩要不然你真的看不到它是母的还是公的。所以认公的，就是呢，你在它的胸前，一般无尾熊很漂亮的，它的胸前都是乳白色的毛，很漂亮早期呢，这个英国人刚来到这边呢，除了他对原住民非常的残暴以外，其实他对无尾熊也是相当的残暴。为什么？因为无尾熊的毛呢，在早期呢是被欧洲人当为至宝，因为这种动物在欧洲绝对没有看过的，所以英国人上岸呢就大量捕杀，然后呢，其实不是吃它的肉，只是取它的皮，然后就送往欧洲去，差一点让无尾熊绝迹啊。
今天如果那个时候澳洲政府没有顿悟，没有彻底悔过，讲说要来赶快补救的话，你们今天只能看标本，就看不到真的无尾熊。其实澳洲有没有那个动物已经灭迹了？有一种叫 Tasmania Tiger， 中文翻译叫塔斯曼尼亚老虎，其实它叫袋狼，它也是有袋动物，但是是少数有袋动物里面的肉食性动物。另外有一种目前还有等一下搞不好有机会我们还可以看得到，就是叫做 Tasmania Devil， 塔斯曼尼亚魔鬼。它其实呢讲魔鬼只是为什么？因为形容它的肉食性的那个食量，再加上它那种很彪悍的牙齿。大概这么大而已那每一只魔鬼大概这么大，这样子。那等一下园区呢我们呢找找看，为什么？因为我们说为什么说找找看呢？因为它也是夜行动物，所以呢，澳洲的有袋动物类呢，很多都是夜行动物，包括还有另外一种相当憨厚可爱的、胖胖的，好像那个叫什么竹鼠那种呢那种在这边呢也是有袋动物类，叫做 wombat，wombat 呢叫袋熊，袋熊的俗名叫王八，因为 wombat 然后直接就王八这样子，华人很多都把它戏称为说这个呢叫王八它也是属于有袋动物类。那这些动物基本上的一个天性都是晚上才会出来，那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去看无尾熊呢，因为它就是在树上不是吃东西就是在睡觉。而且经过园区的圈养呢，他们都是把新鲜的尤加利叶呢摘来给它吃，所以基本上它也不会躲在。如果是野生的，我曾经去看过野生的无尾熊，躲在很高很高的树顶上他们住在什么树？尤加利树嘛，对不对？澳洲的尤加利树种类呢，大概起码有70种以上有一种呢，他们最喜欢吃的尖叶型的尤加利叶是他们最喜欢吃的，然后那种呢树干都很直很高。甚至可以达到呢将近呢70-80米以上，换句话说20-30楼高，所以你要找到野生的无尾熊蛮难的，它一定躲在最树顶端但是呢，我有一次呢刚好被我看到了，我也拍了照，我觉得哇好神奇竟然是可以看到野生的无尾熊，因为现在澳洲政府呢都把他们呢就像我刚才讲的他们差一点灭亡了就是灭绝了以后呢，所以他们开始有计划的培育像全澳洲的昆士兰最大的一个地方呢这个叫做无尾熊公园呢，他们在培育而且让他们吃得好住得好，所以呢无尾熊本来的年龄大概是18岁左右，那边呢产生了一只叫做熊瑞，目前全世界最高龄的无尾熊多少岁呢？24岁，现在还活。一般呢，可能就是15甚至16，顶多18，就大概就。那你们有没有看过白色的无尾熊？有没有？还真的有。现在好像在那个剩下一只而已，唯一的一只，全世界唯一的一只。那其实它不是什么不同品种或怎么样，它只是基因突变。所以呢，它整圈全身的毛呢是白色的。那当然，澳洲政府呢也是极力的把它保护起来，不轻易的让人家看。只是我们看到，有这份资料。还没有看过袋鼠肉的食物。袋鼠肉价格袋鼠肉你们觉得好吃吗？不好吃So I can take them to the truck first? I've been here for a while. How are you? No, I haven't. When did they arrive?
来，各位贵宾来，来，每个人贴一张，就是等于我们的入场券就对了。这是你们。来，竞赛，帮你们大手，谢谢。来，每一个人贴一张哦。